2007年下提出用合法来做嘅大型歌舞剧福春家模嘢，喺国家戏剧演做。嗰当然可能就感觉讲，客家嘅戏剧原来是得有按丰富嘅用嘅。隔个9年，再个推出详细详事，用客家贡献奖得主姜万做嘅散文作品由童话来改编。制作团队过去做田野调查来问鬼嘅故事。用过浪漫，唔过有本人感觉有遗憾嘅爱情故事为主，同时想要感染个慈美客家文化内涵。向下来看啊，详细详事嘅制作状况。张春芬大家赶伫墙面前去拍草，准备爱瓜子，用一个场景来做开场嘅跳出。以前做就同大家讲，也其实系一出可能会知道心意酸木头色嘅戏。阿爸，看！出世就带孕的女主角刘武嘅蛮嘅蛮妹，同点点有强健社会男主角李木贤，见面向下到位，天天呢发展出来感情，不过又冇共鸣。一直到蛮妹用最后嘅从广行，冇拄好同李木贤讲出自家嘅意思过后，伊就懵等，看李木贤未有乜嘅反应。他的残疾会让他不敢往前，然后他很怕会耽误另外一个人的一生，是某一种的客气，可是那个客气里头也让自己受伤了。我们呈现的这个光复初期的这个年代啊，人跟任何事情之间的情感都很真诚。所以，当他喜欢了，他没有办法像现代的人一样这么直接的就表达我喜欢你。李木贤唔敢讲出罪嘅印象，慢慢又知道自家有结果唔敢回应，所以最尾也两个人冇相喊，演员就安尼冇退嚟。颜良沙认真今日落一场太医来认识。对面3条河小火炭的黄条家，同亚位时的李木贤去到刘武记忆，过去下嘅刘武人，看到爷本意独到搭楼，关家普茶暖水，也就看得出人对人过后意。客家人对于自己常年客居，终于安稳，所以他的待客之道，宁可把自己的心先敞开来，让客人安稳。我觉得这是一个独特的客家族群里面会有的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很快的消弭了陌生的界限。暗自身，暗自身。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急，一直留在这边。是啊，画纸啊，然后你的示意。呢度喺啲舞台后有一定认真嘅表演，讨厌过优秀嘅教，各嘅角色安用嘅互动，行家幕后嘅制作团队玫瑰用心。呢度喺做出一出客家音乐歌舞剧，影下去到6队投注苗各地嘅客家组去做田野调查，爱去研究考证客人嘅生活方式。如果他们没有经过这样子的一个我们讲田野工作，他没有办法去感受到客家人那一种从他身上自己发散出来的那一种情感和对于生活的态度。不会，因为你可能看到，就像说，它只是一个橱窗，作为一个刻板的印象。像係戲波，就係經過田野調查、考證歷史過後，將設計出來嘅。所以你現在看到的紋樣全部是繡出來的，很費工，非常。條一擺設計客家相關商戶嘅陳辦理，依就參考為這麼多嘅資料，對早上客家細每一年嘅生活度好得到靈感。韓國天用好視好光嘅條花切繡來表現出來。纹樣的這設計不是傳統的這種，就是花鳥啊，就是以美麗或裝飾性為主，而是比較在表現角色的那一個女性的一種比較內在的一種比較底層的一種情緒的張力。像係劉武阿爸婆嘅太金上有冠邊，依就修訂幾鴨、淚公，韓國表示公民嘅書記一道。代表客家五線，比到全家路線百度。
另外，未成起步嘅设施，如果贴片，也喺承办里以前嘅南投两间酿房来合作，用无共用嘅酿布、植物杂音也条技术来做位。要呈现客家花布跟我们的一般布料结合在一起，所以全部用纯手工的方式把它绘染上去。我嘅地讲，爱染粒布，喺本万元作，路嘅后上嘅，阿其嘅人生用嘅吼，就是讲伊提白拄到讲爱染布，个先看戏本来染布安尼，再一次，苏盘就是一下就啪。详时喜度风从嘅高位，客家都系用客家现代诗词跪下高位。比到嘅一条高位冲起来，韩国有客家味，编曲家发挥以他嘅精神去调整。李岩老师非常用功，他本身不是客家人，可是呢，他把我们的音韵全部做了一个表，然后他知道唱到这个字的时候，他要写哪些旋律，所以其实他写出来的旋律，对于会说客家话的人来说，他很容易上口。抽象的歌声呢，去演唱了这样的诗词，这种文脉跟对应了旋律之后呢，它可以把我们讲叫本来平淡的感情说得更浓郁些，但绝对在文化上一定指向了客家人的淳朴性格的原型。装饰这件事情的管弦乐，它给予你真实的提高，因为它承载了你的感情。中文歌从嘅就系两个女主角对客家五姓奥名唔样嘅无奈何。另外一个女主角平妹，其实系刘武两路位比到爱同慢妹天前盘所用来嘅法顿舞，沿用啥只是强下高热嘅。有乜嘅事情，都会讲本对访谈，从姊妹嘅用嘅有归好嘅感情。他想传达那个属于客家人的情感跟人的相处这件事情，我觉得是非常的漂亮的。就是他在跟我们解说，跟他在用他的画面，还有给我们在舞台上希望我们完成的语言节奏，其实都是非常非常靠近生活的。2016年嘅雄视雄狮对戏文故事都表现形式，都希望将传统嘅客家印象改变体，无爱再过用单一嘅元素，爱用立体嘅文化样貌来表现。佢逐渐嘅爱同动态嘅客家表演艺术寻出一条路，安尼客家文化的动态也会继续传下去。